耶稣，我听你祷告的名字，哦，我敬拜你，主我的王，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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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听你。耶稣，我听你祷告的名字，哦，我敬拜你，主我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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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上帝听咱吼，咱要哪回应？因为伊是将一切恩典、赏赐满满予咱的上帝，所以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回应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恶乐，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我，把定搁在是咱来得到我的不满，也得到煞未接败坏，未拉残，未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里的主无因前伫所应允，亲像人有诶看做因前的，就是惯用恁，毋爱有人沉沦，是爱人拢反悔。咱要献上感谢，伫过去一礼拜中，咱上帝安怎引带保守看顾，咱也伫即个过程中间，感谢因为面对困境，咱有埋怨，有啥物款的遮个无好的遮个对上帝来讲，对人，咱恳求上帝来怜悯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来感谢，也求上帝来帮助咱插销咱一切的遮个过失，咱开声来祈祷。王爷名上到无路敬拜，就甚至你的愿主你来感动阮的有路，感阮的敬拜，也愿主你相助，互阮伫你的保守看顾的面，拢会通出入平安，所做事拢顺利，弟兄得着利益，愿主你来祝福，愿主你继续帮助阮，伫阮的罪过、阮的软弱中间来插销阮的污秽垃圾。圣洁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落你的恩典，互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得着福气。阮行伫这人生的道路中间，难免有侪侪遮的困境所面对的遮的困难，求主你继续来引带帮助阮，有你的扶持同在，享受阮上天的智慧，面对阮的困境的时，阮会通伫遮靠主加添互阮快乐，阮凡事拢会。也时时来测验阮甲主上帝甲人中间有啥物遮会阻挡阮，互阮会通袂通伫遮来领受恩典的托爱，
阮求主你来清气赦免，互阮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会当大大开喙，你就大大伫遮来充满阮。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愿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愿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愿邀我成你一切所求的。我知邀我救伊受我由的，会对伊成会体听伊。用伊正手会开来救伊，有人我靠车，有人我靠马，独独阮要讲起邀阮上帝的名。咱为着咱的国家城市，特别为着咱的总统吼，咱的在负责国家安全的吼，咱最近互2个老大人吼，全世界拢舞甲安尼吼。早起可能拜登讲伊赢安尼，总是吼，迄个川普毋认输安尼啦吼，所以我这嘛是直接会影响到台湾、台海吼两岸的关系吼。所以拄啊迄个经文讲啥？有人倚靠车，有人倚靠马，就是意思讲人倚靠这人的势力吼，拢无采工，只有倚靠万军的上帝。咱才有法度去面对咱的困境，国家的困境。咱个人的困境，咱才有法度去面对，要安怎有智慧去面对咱所拄到遮困难安全吼。所以咱为着台湾，为着遮执政长官有智慧吼，迄若野暴野错了吼，种地了毋对，就咱会面对真侪遮困难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吼，即美国的即个选情吼，到尾会当变真和平的有一个结果安尼吼。嘛，袂影响到咱甲咱的安全。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这个国家城市来祝福。主阮奉这名来祝福台湾，阮所在地所在，需要主的同在。主啊，你的帮助，台湾执政长官的智慧，而且来做无论是甲国际，也是甲两岸。也是甲阮国内的，无论是遮个执政在野的，拢有好的和谐关系。主啊，只有你会当保守阮安全，互阮会通平安过日。叫阮为着遮个执政长官祈祷，阮会通平安去面对阮每一天。特别上帝，阮就会通为着阮的执政长官的权柄来祈祷来祝福，互因有智慧面对。台海的危机，世界的这个经济疫情所带来冲击的危机困境，互阮的总统文武百官知影通敬畏你，因就你是迄个调动万有所有的资源，会当互为着阮来效力的上帝。愿主你来说，为着美国的这个总统的选情，到尾和平的一个解决。也互阮面对两岸遮个安全，只有你会通保守看顾阮，互阮出入平安，互阮通平安过日。愿主赐阮，特别互阮的总统文武百官知影通倚靠你、敬畏你，才有好的遮个政策、遐个决策，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也为着咱伫心身的中间需要帮助，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要我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日。要我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段圣经其实你会通安怎宣告呢？要我要保守啥呢？甲你甲该做我，咱搁一遍来好无？要我要保守我，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我的性命，我出我入。要我要保守我，对即时直到永远。所以当你咧读圣经时，诗人咧讲的，你会通甲正做你的祈祷，成为你的祷告。你的祈祷，所以甲你该做我。
要束缚你的，讲耶和华你要束缚我吼，这就是咱伫生活中你会通伫遮来运用吼。好，咱头一个就是为着咱的心灵，无论是你本身你的亲人，你拢会通代表伊，也是你家己吼有需要祝福婚姻感情产业吼，需要对上帝来束缚咱伫婚姻翁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吼，咱恳求上帝吼，伊来就是要互人甲上帝，互人甲人，使人跟人有和睦徛起吼，咱的事业工作，圣经讲吼。既然敬畏上帝，无论大小，伊拢要安怎？伊拢要束缚哦，吼！敬畏上帝是智慧的根本吼，智慧的一个开端哦。人甲人中间需要，因为主来就是要互咱和睦，所以当咱敬畏伊，伊就帮助互咱会通安怎？互相赦免，互相接纳。如果伫即几方面，你目前你身躯若有需要伫病痛中间来祈祷。也是其他即5项，你拢会当徛起来。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服侍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起来；也是你坐咧，你为着你家己换手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吼，咱开声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好嘞，好，主啊，阮用你的名，恳求你以你的关联，相我甲阮三个同在，特别敬畏你保守，你看顾。你知影我的身躯的状况，我的弟兄，特别恳求你遵守你受的圣经来保来看顾来医治祷告，互阮会通伫遮来得到然后无论是阮的亲人，也是阮家己，互阮会通经历，主你是耶和华来源医治的主，你是耶和华医力供应阮，就为着阮准备遮资源的上帝，天父上帝。你是万富，你知影阮的需要，知影阮的欠缺。当阮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意思就是你要帮助阮、牧养阮、引带阮，伫青翠草坡带阮伫安静的水边，伫对着面前，你要为着阮摆设一个宴席。你用你的稳定的油来引带阮行你稳定的道路。阮面对有侪遮的，无论是阮的身躯、阮心神、阮的家庭、阮的工作、阮的事业，阮甲人中间会通和睦徛起，需要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来做主，帮助阮。因为阮需要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求你的圣神甲启示阮，安怎甲你有好的连结。领受你上天的馈力、帮助甲供应，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来希望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的目睭看义人，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义人求耶和华听见。就救因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咱要为着咱伫礼拜中间，咱甲主上帝有好的这连接，看有啥物会阻挡咱听无啦，圣经看到开始要拄久啦，咱恳求上帝主赶走遐互阮无多去领受你的真理，会遮会脱界离开，阮会通自信。仰望会通伫遮甲你有好的即款的对你的话领受吼。第二，咱今仔日有中正教会就去受牧师代表台湾信仰，伊就是阮三位牧者的母校吼。伫遮来请安报告吼，学院咧培养遮的牧者、传教者吼。望伫敬畏伫遮的师资伫遮的管理的顶面，拢有通有智慧吼，因为。培养一个好的牧者出来，就会通造就牧养教会，会通互人得到上帝的福气吼。咱还有第4季会人物基要的真理。你若要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个真理的人物，会通伫遮来参加这个课程会通对基本的这个真理会通了解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洗礼？为什么要伫遮？也是讲安怎祈祷会通甲上帝有好的沟通。
即礼拜六到后礼拜日，拢有即个核心同工吼，新选出来旧任甲新任，有一个体育会来检讨明年即个教会事工，有请好屏东和平教会的即个水牧师来分享。伫即礼拜六暗时5:45开始有即个培灵会有即个咱55周年庆祝55周年培灵会，咱为着小组第一区的区长小组长来做来祈祷，会通透过小组的牧养，互咱平常时生活中间就好的一个关怀，甲会通彼此来带祷，咱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开声来祝福因为你的祈祷，你的祝福就互人会通得到福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你会通真正是阮祝福透过小组，透过礼拜，透过祈祷，透过上帝你的话，互阮会通伫遮来明白你所要享受的福气。愿主来祝福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遮来甲你有好的交通，有好的关系，会通对你的话所讲的遮应允甲律法，会通你来遵守。主啊，阮学了感谢你。因为你要将所有的福气赏赐予敬畏你的人，所以阮就要了解你的真理，照你的真理来行，阮就会通成做得到福气的人。愿主来说，阮透过礼拜，就是你的心神甲阮相通，互阮会通，不管是阮甲主上帝心神相通，也会通甲人的中间有好的分享交汇。透过主阮所设定的课程，也是礼拜，也是这个小组，为着就要造就人，甲人带到主你的面前，要做伙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福气。愿主你来赐阮，阮要做伙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意识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啊，咱就用耶和华唱歌，用拯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来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降落你的心灵降不动，一定的。
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让我欢喜，你心有福乐，你明白，他已敬拜。凡好耶稣基督聖叫，高應有佢你明白。敬拜你高應還，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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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將音樂回互請咱的上帝。咱的姊妹請坐。
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要引带阮，进去到地你所要享受阮的福分内底。总是有当时，阮用家己的想法，阮用家己的方法，要来敲找人生的幸福，拄当做的这个困难。主你无放弃阮、弃杀阮，你继续用你的疼，用你是为家顶的疼，来引带阮，互阮会通找到一条永活的路。靠着主你所加添予阮的气力，帮助阮面对着阮全世界所面对这个看袂到的细菌的这个这个攻击，也互阮会通面对阮伫阮的身躯、伫阮的四周围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求你来帮助阮，每一遍伫学乐敬拜的中间，你的宝座就设立。也你家己来显明你的慈爱、你的信息，甲阮三甲伫底，互阮伫听上帝话中间来甲主你相拄，认捌阮家己尊贵的身份，也通时时牵调你，互阮所讲、所行、所做，影响上帝，互人得到利益。伫礼拜中间，求主你神来安静阮的心，会通甲主你。来三结连，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拄来吟圣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吟全首。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万王的王，耶和华阮的天父。伫春天温暖的土地上，阮看到你的慈爱，一切拢是新的开始。伫七个秋风落叶的时，阮看到你的怜悯甲赦免，所有的风风雨雨拢要过去。你是空间主，时间空间宇宙万物，拢是对你的喙来行。你是至悬的，阮敬畏你的大权能，阮学了你的大慈爱。伫你的面前，阮无秘密，阮一切行做的，你拢知，因为你拢伫阮的身边，伫阮的心内。阮去到远远的所在，你伫遐；阮伫黑暗无人看见的所在，你嘛伫遐。但是你反有自由的意志来选择阮的行做。阮的想法，由你常常教示阮，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拢互阮只有仰望你、
信靠你，因为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也是阮福气的源头。阮的好处无伫你以外，仰望你，信靠你，阮就要过得胜的生活。会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互阮成做得到稳定的罪人，因为阮的信靠，阮的罪得到你的赦免。今仔日阮依然带着罪来，求你柔软我的心，谦卑来认罪。愿你施了怜悯，要回来赦免。阮的罪无搁惹砍阮，互阮日日更新，哪来哪成你的样相来荣耀你的名。向着天父，即时阮依然要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甲阮国家的头人，为即个多变的世界情势，互阮的领导者有智慧、有聪明，来带领台湾即个土地甲百姓，有怜悯、公义甲谦卑，充满伫即个国家。今仔日也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而且佫一过求主你丰丰富富来祝福养及台湾新学院，互因的事工拢有当顺序来推动，经费充足来运作，同工有你带领，甲面同行。阮教会也伫即礼拜要进行核心担工的退休会，求主你来掌权。为阮明年施工的计划来做，来调划，到幕也推动今年第四季的人物医疗真理的课程，由你保守。即时，阮特别为着第一区的兄弟来恳求，由你赐因有健康勇壮的心灵，甲你有亲密的关系。伫工作上有你的祝福，这囝伫课业上。由你加添智慧，小组长我亲姐甲培训执事，由你看顾因的工作、事业、身体，拢有你稳上加稳，有气力继续带领小组，互小组继续成长，搁较侪兄弟来加入服侍，做伙同工，为中义长老的带领，有你的平安甲喜乐伫每一个家庭。向着天父。阮感谢你，时时听阮的祈祷，搁时时得到你的应允。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阮得到你所赏赐的福气。互阮也真当诚做祝福的管道，互人人拢知影，信耶稣真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至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同一个上审判。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互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趾哪尼水？故毋是所有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
因敢真正拢毋捌听过、听着。當明白。正經安尼記載，因的聲音傳遍全地。因的話傳到天邊海角。此時，請李凱新長老來獻詩。做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利未记8章30节，以及9章第59、第7节。来去汉字本是113页甲114页，其他版本请看面目。利未记8章30节，113页，旧约113页，来去汉字本。摩西摕抹油甲单顶的火，丢伫阿伦甲伊的衫，以及伊的囝甲伊的囝的衫，
阿伦甲伊的衫，以及伊的囝甲伊的囝的衫三甲对成。第9章第5节，18因台语台语汉语本第114页。第5节，因就照摩西所命令的，落到会幕前，会众拢紧活来，徛伫耶和华面前。摩西讲：这是耶和华命令恁所着行的，耶和华阳光就要显现互恁看。摩西对阿伦讲：你着到坛前，献你的赎罪祭甲烧祭，为本身甲百姓赎罪。佮献百姓的礼物，给伊赎罪，拢照耶和华所命令的。以上，即时请就克书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敬诚的祭司。由牧师咱其他2位牧师以及牧师娘咱的牧师长吼，以及咱的中级。咱的区长、小组长以及遐伫即位大平安。今日第2场啦吼，总是我有看到咱的即个敬拜儿童团吼，因拢挂一个十字架，安尼我看足水吼，金光闪闪安尼，倒会反光安尼，真水的十字架。伫遮吼，对，迄个十字架，对，无啦，安啦，这个吼。这是一个足水的吼，真正水。我即摆是要讲是我，毋是讲一支，要讲我行前一支啦。即个十字架是插头的啦吼。不过做历史感，因为啥因为是我的丈人留互我的。当我要读新南医的时阵，伊将即个十字架交互我。我的丈人也是牧师，捌伫台北中会，捌伫即个台南中会牧会。然后伊退休的时阵，就将即支互交互我。我会记我阵要读新南医的时阵吼，其实是迄阵住伫迄个咱咧总会伫遐食头路啦吼。伫进前，当我的负责人，就是我牧师娘，甲我交往的时阵，伊捌问我一句话讲：你有要读新南医无？迄无可能的代志。我当时讲，迄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我一点仔感动都无。总是后来食头路了后。甚至到伫总会有伫遐参与中间，伫遐慢慢认捌上帝。然后我甲讲我要读新南医，我丈人讲领，讲你真正要读新南医哦。总是伫迄个中间，伊就将即支十字架交我，伊会当讲一个传承啦吼，传承伊的即个牧师的职。所以今仔日咱也知影是台湾新南医的即个奉献主日。伫咱台湾新南医，咱知影即几年中间进步足多，不管伫师资，或者是咱整个的即个软体、硬体拢进步足多。咱的幼牧师嘛拢伫遐毕业啦吼。最近台湾新南医要来整修吼，即个男生的宿舍。整个拢咱讲优配拉皮啦吼。内底整个迄个设备，包括迄个管路，包括遐足久迄个眠床吼，规拢拆掉。因为伫伊要即个要开始造作的进前，有做一个礼拜，我拄好有即个机会去参与，看到过去遐个物件吼，拢非常有历史感啦吼。会当讲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拢非常旧啦。总是是若伊真疼惜遮个细囝，伊要来整个做整修吼。伊整个费用爱将近2000多万吼，2000多万，这是咱新南医最近比较较大的建设。另外嘛要讲的是。即个新南医，咱新竹中会吼，有几位新南有几位去读即个新南医。其中我知影有2个牧师囝，一个伫德北教会，一个伫中正教会吼。中正教会就是我的教会。我的囡仔嘛去读新南医啦。所以我相信即个伫新南医中间，咱知影来造就，也来帮咱，就亲像咱有牧师讲的。这是会当来互真侪即个工人未来来服侍咱的教会。今仔日后要讲的题目是叫诚诚的祭司。伫要讲即个主题之前，我要先讲一个人，即个人叫约瑟。我想约瑟大家拢真明白啦吼，真熟悉。虽然毋捌看过伊面，但是咱知影从细汉听过伊的故事。约瑟的人生其实是起起落落。
咱看去伊伫伊的家庭中间是咱讲的，啥汤圆仔囝哦，哦，汤圆仔丸吼，汤圆仔丸就是，迄个老爸足疼伊的啦吼，将迄上水的衫互伊穿安尼，然后叫去做失败吼，去看伊兄哥有乖乖啊叫饲羊无安尼，所以互这兄哥看了真感觉真无欢喜，啊，迄个人倒来啊。结果就将伊等好伫即个坑内底吼，一个洞内底，一个坑内底安尼。本来想要来害死，但叫后来无啦吼。所以后来就是咱知影讲，佫卖去到埃及。伫埃及中间，咱看见一个汤圆仔囝，一个汤圆仔丸，就互人爸母疼的囡仔，结果去爬埃及做奴隶啦。咱知做奴隶是真悲惨。啊，如果咱过去捌看去即美国黑人吼，如果咱有一个故事叫做。我袂记迄个啥，美国有一个影集吼，就是讲黑人的故事，我袂记名啦吼。迄阵我会记迄个影集足骨力一集，就是咧讲黑人的故事吼。美国遮个人对非洲强掠去吼，然后伫船内底就足侪人枵死、饿死、病死，然后足侪人安尼就离开。到伫即美国大陆的时阵，然后伊咧做奴隶。咱看去当时，遮个。向背去做奴隶的人就是安尼，所以咱知影迄阵时，迄时的即个约瑟向背去做奴隶，总是好佳在伊背去的所在是埃及一个大官，伊是做啥？做法老的即个咱讲的啥？伫边仔甲照顾的吼，即个长官吼，边仔甲保护的长官。啊，即个人叫做波提乏。咱知影背去遐了后，咱知影约瑟伊若开始展出伊本身的即管理的才华，哇！后来安那，伊的主人非常重用伊，一直甲高升，一直悬到倒哪，做一个管家啦。管家就是啥？规个即波提乏的产业厝啦，啥物伊的总务拢交互伊啦。只有一项袂使交互伊，叫做伊太太。啊，总是咱知影讲，伊波提乏的太太吼，咱讲真无安分。先生久长无伫厝内底吼，伊可能做大官，咱讲工课足无用诶，吼，即个代志足多，所以常常无伫厝。一人常常安那，咱讲有一句话叫独守空闺啦。一人伫厝安尼开始无聊，然后开始咧，哇，这小鲜肉，看到遮，看到约瑟，哇，飘飞到缘投，到少年，哇，这个赞啊，就一再甲应有。总是约瑟啊啦，约瑟讲袂使，我袂使做这样代志，因为我的主人真信任我，我袂使做这种代志，我袂使得罪上帝。所以讲啥，我当做这么大的歹来得罪上帝，得罪你的丈夫，伊交托我管理厝内底一切代志。总是迄旧人一再安尼甲应有，一直甲怪，伊讲袂使，就是袂使，我袂使安尼做。有一摆，伊将伊的衫扯下甲扭的。约瑟讲好啦，无你要衫我衫互你啦，伊就走去啊。总是这旧人吼，咱讲的一不做二不休啦吼，咱讲好啦，你安尼一再拒绝我，好我着甲你安那，我讲你好看，伊就去告啥？告约瑟要甲侮辱。伊的丈夫当然安那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就安那，就甲送伊啦，约瑟送伊家内底。所以咱看起这是真典型的一个啥？一个咱讲冤狱啦吼。受冤枉关家的故事，约瑟伊本身伊保持伊家己的性格，我袂使做这歹代志，总是受陷害，甚至关伫监狱内底。是咱基督徒有时阵拢会拄着这不公义，或是不公平的代志。总是咱看到今仔约瑟一个真要紧的代志，伊安那持守伊的信仰。伊把信仰掠条的，伊把上帝掠条条，伊无改变伊家己的个人的即款的态度，信仰的态度。咱看伊到伫监狱内底嘛，做认真拍拼，后来啊一步一步，你别慢来做监狱的监督。伫遮发生一项真趣味的代志，伫监狱内底有两个人，即两个人一个管理即个啥，管理即个法老的啥。即个食食吼，食的物件吼，款衫长即种的啦吼，
一种专门咧替法老管理啥，管理饮料，可能是酒，可能葡萄汁，可能啥，就是管理这，所以叫做咱讲的这个圣经讲叫做酒政，叫做善长吼。即两个人同时阵强掠去关监，可能发生，我咧摇啦吼，虽然圣经无写，可能发生这样代志，有人要陷害，有人要毒这啥法老。到底啥毋知啦，是即个还是迄个？所以两个做伙掠去关，吼，两个做伙掠去关。后来代志明白啦，吼，迄个啥，迄个咱讲管理食食的即个，后来向掠去死刑。即个管理饮料的就放出来，叫酒政就放出来。要放出来进前，约瑟甲讲，拜托你吼，恁两个人做即个帮，我有甲你解帮吼，搞酒政甲即个啥善长吼，管理饮料、管理食食的，恁两个拢做即个帮，我甲你解帮啊。啊，当你放喙了吼，你爱去记得我哈，我嘛毋茫当放出来吼，莫搁关伫缸仔内底。结果这管理饮料一喙仔来袂记了，来袂记一啦。来讲的代志，伊讲好的代志，拢完全袂记了。你到一天，即个法老吼，安尼忙，甲一个忙足奇怪的人，古怪的忙。所有即个埃及的遮个啥，遮个高人，遮个会晓去法师啦，吼，遮个真高会晓去解梦的人，全部拢无法度。最后，迄个管理即食食讲，我想到一个人，即人叫做小石。我对家角内底，伊讲帮我解梦，伊讲我会当放出来，真正我放出来。好啦，无你法老讲好啦，无你去找迄个人啦，就他约瑟啦，叫来，你当陪我解梦袂？约瑟讲我你即个梦是安尼，埃及有7年的好年冬，但是有7年歹收成。然后你伫即个好年冬，伫即7年的中间，你爱把遮个啥，遮个物件，遮个所生产五谷菜色了，我来积聚出来，再积聚起来吼。然后应付7年的歹年冬。法老相信约瑟话，而且法老对伊讲一句话，讲啥？你的上帝是真正，我派你来管理埃及全地，除了我以外，我的百姓拢要听你的话。代志真正就安尼正。罗马书第8章28节咧讲，咱知影万事拢互相效力，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的旨意受呼召的人。所以今日咱看伫约瑟的身躯顶，我靠伫起头讲，伊约瑟的生命是起起落落，咱讲大起大落啦，起起落落，总是伊安那，达上帝掠条条的，牵条条的。所以，咱看见上帝伫暗中来保守伊，来保护伊，无互伊得到任何恶担当的代志，将灾厄变成做祝福。咱看见约瑟，伊一世人持守着啥？圣洁，持守着圣洁。当时波提乏的太太要甲应允的时阵，如果若是一般人，都少年人。咱讲个啦，咱讲迄个什么气盛啊，血气方刚吼，迄种的吼，安尼倒一妇人人伫头前头应用安尼，就出落去就害去啊。但是约瑟讲，我袂使做种代志，伊持守着一款的圣洁的信仰。所以咱看上帝用人，伊会真重视这个人的品德。伫品德中间上重要就是圣洁。咱看见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利未记总共出现圣洁87摆啊。圣洁即日出现87摆，咱讲的重要代志讲几摆就好？3摆，伊若3摆讲87摆，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咱看见伫出埃及的中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做奴隶所在出来，然后接下来带因入去过红海，入去到旷野。伫40年的旷野生活中间，上帝磨练伊，培育因，会当互因成做一个圣洁的百姓。总是你爱想啊，你如果你若认真看圣经吼，
伊去看这出埃及，去看这后来这经文里面，其种这经文，你看看，以色列人吼，定拢安那埋怨，定拢伫安那，咱讲的欲求不满，吼，有即个玛纳无够，倒要想要食肉，吼。阮迄阵伫迄个位伫咧肉汤边仔吼，阮伫遐鼻仔偌好咧，鼻尔啦。我讲真正因敢有通食，无影无食啦。伊讲阮位伫咧肉汤来顶位仔边仔咧吼，阮偌好诶。咱看以色列人是即款诶模样啦。我咧讲诶是啥？因诶肉体虽然出埃及，但是因诶灵魂有出埃及无？因诶灵魂无出埃及。因灵魂依然是啥？因的心灵依然是做奴隶，依然是做奴隶，并无出埃及啦，并无出埃及。所以今仔日咱看见上帝透过这个祭司，今日要讲的透过这个祭司，要重新来塑造这个百姓，重新来互这个百姓来成做上帝百姓，特别是圣洁的子民。所以今仔日咱大声要看伊。安那来设立祭司，上帝安那设立祭司，对祭司开始做起，要咱来做一个圣洁的百姓。所以咱看起祭司安那穿插嘛真重要。祭司献祭时阵啊，身躯吼，咱看起爱穿青领衫，吼，即个装头，头壳安那有戴一个冕旒，顶头有几个字啥呐，归耶和华做圣。然后祭司献祭时阵，咱啊。伊个呐胸坎才有一块牌仔，吼，一块牌仔，即个牌仔顶面有12粒宝石，你知影啥物意思？代表啥？12个支派，吼，代表伊是啥？伊是即个祭司代表即个12个支派。然后即个金塔头有2粒红宝石，顶头嘛是刻12个支派的名。毋但安尼尔，咱看起安那，伊内底穿即个衣服着，吼，穿衣服着，然后外口。迄个啥，穿即个蓝色的外衫，下骹有即个射流，有即个铃铛吼，射流吼，啊，即铃铛是咧创啥？你知无？因为服侍时吼，伊拢爱去，特别是即个赎罪日，一年一届尔啦吼，一年当只，因诶犹太人诶7月初10，因爱去到伫大祭司吼，着行入咧至圣所内底，伫至圣所内底，都袂使安那直接。面对施恩的宝座哦，因为安那人有罪对毋对？人若亲目睭看到上帝安那，会安那会翘起吼，会拗住，袂当看着上帝。所以你看大祭司是摕啥？摕香吼去带伫迄个至圣所内底，互迄香的即呐烟雾弥漫啦，互即个内底大至圣所内底是拢。雾安尼，伊无法度看到上帝，万不离去看到上帝，安尼害啊！迄个大祭司就倒涂骹啦。所以安那，就爱有迄铃铛，吼，叮叮叮叮，就知影讲伊伫内底啦。啊，若无叮叮叮，就表示啥？就倒落去啊啦。啊，用手啊，甲揪出来。哦，这都有意思的啦吼。所以咱看起安那，大祭司就爱穿即款的衫，后来都爱穿一领裤吼，穿一领裤伫内底。啊，内底搭一领白色的内衫，这大祭司咱看起有这青领衫，伊穿这衫其实有意义的，你知无？裤是代表节制你的肉体，然后白衫代表无瑕疵，下骹铃铛代表行路的声音，就是咧服侍上帝。然后这个射流就代表啥？代表带足侪人来到上帝面头前，亲像射流同款，捌食过射流无？内底转转子对不对？哦，转转子。然后咱讲的口有讲的，这胸腔即个牌啊，12个支派吼。然后这肩胛头倒啥爱担即个以色列人的即个重担。即个胸腔即个牌吼，内底有2粒吼特别的物件吼，到底是石头啊啥无定清楚吼。即个是有灵一个土名，吼，即个代表即啦12个支派吼，然后上帝来问代志，吼问代志。所以，咱看见伫即个中间，大祭司为虾米穿啊遮尔，咱讲诶，遮尔安尼特别吼，也是讲穿啊遮尔咱讲隆重啦吼，遮尔特别诶衫，因为
伊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而且伊爱啥？用穿即仔衫，伊代表啥？伊爱诚实。大祭司爱先诚实。咱看伊出埃及记第8章21节，上帝吩咐摩西，讲你爱叫阿伦，你兄叫阿伦来，甲伊的4个囝，因遮爱哪人爱做祭司。然后利未支派吼，其他利未支派就是协助阿伦的家族，就是即献祭中间其他的代志事务。总是咱讲去上帝透过摩西用仪式来设立阿伦即族来成做祭司。然后咱看去摩西先站台做祭司，招一些百姓来管理，然后伊将即个衫穿在阿伦的身躯顶，然后用油倒伫头壳顶。咱讲膏抹啦。膏抹，膏抹伫诗篇安尼讲，对头壳到扶手，吼，然后到伫骹，一直流到规身躯，到伫骹，表示规身躯拢安那，拢爱洁净，规身躯拢爱洁净。然后阿伦的囝爱穿白衫，束腰戴头巾，然后摩西为着5个人献祭，设因正做祭司。所以咱看去伫即个整个中间，一直甲咱讲一样代志，说啥？祭司是爱分别做成。祭司是爱分别做成，毋单呢尔8日了。阿伦则照摩西的流程，将伊家己爱献啥？献赎罪祭、烧祭、平安祭、甲素祭。哇！毋是穿衫代表我爱圣洁，然后我爱用行动，就是透过献祭。然后安那爱互我家己分别做成，爱诚做圣洁。伊做了，然后才出来面对百姓，为因祝福。所以今仔日本来咧讲，就是讲啥？咱咧诚做祭司，你知影祭司的角色是啥？上帝甲人中间的羔羊。当时，因若以色列百姓甲人直接献祭，会使吗？袂使，爱透过祭司。爱透过这神职人员替因献祭，因甲人献祭。羊、牛爱交祭司，祭司替因献祭。所以是人甲上帝交牛，爱透过这个祭司。所以祭司家己若无做好，你免替人做代志。你家己若无分别做成，你免将这个以色列百姓带到上帝面头前，分别做成做上帝囝儿。所以咱看去祭司有要紧无？真要紧，伊家己爱先做好势。我家己若无做好势，我无法度去服侍人。我家己若无分别做成无圣洁，我无法度去服侍人。所以咱看祭司伊的这份是啥？咱看伊有7项，伊献5项的祭物，吼。然后伊爱伫即个洗身躯这盆仔来做洁净的工作。然后爱早暗爱点这金灯台，吼。然后爱穿这火壶，然后爱点这香炉，然后爱每一礼拜换这个饼，吼，代表伫上帝面头前的心意，食这个旧饼，然后爱将放这新的饼，特别1年1摆尔。就是我讲的，赎罪日迄天，7月初10迄天，伊入到至圣所，为所有以色列百姓来做赎罪的工作。这就是祭司的工作。这就祭司伫咱讲的伫圣所内底工作，毋单呢尔，伫外口的时阵，伫外面的时阵，平常时爱做啥？做检查的工作。啊，你有清气无清气？你有着大太哥？你有啥物洁净无洁净？你哪去做祭司甲你看？这就是祭司的工作。咱看去，祭司主要工作除了献祭，就是啥？一直甲因强调讲啥？咱要诚做圣别的即啥百姓，咱要诚做圣洁的百姓。所以咱看伫旧约强调即个圣洁的祭司，即款的生命特质，到伫新约中间，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讲啥？只有恁是啥受拣选的族类，是有君王的即个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百姓，要叫恁宣扬去调恁来出黑暗伫光明中的这个美德。伫遐讲到基督徒4项的这个身份，第一讲啥？你是受拣选的哦，的族类。
第二是有君王即款尊贵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也是上帝百姓。原底即个是咧讲以色列百姓，较口讲的，以色列百姓原底就是因要安尼做。做是今仔日伫新约中间，即个使徒必定要用着你甲我每一个基督徒的亲像，咱着爱亲像安尼啦。咱着爱亲像当时以色列百姓共款，爱分别做圣的即啥？上帝囝儿啊！咱爱诚做分别做成上帝囝儿，所以咱受拣选的，你知无？咱毋是这电脑去拣土豆的啦吼。咱捌一个广告吼，我这土豆是电脑拣的吼，电脑选的吼。咱毋是吼，咱是上帝选的，比迄较好。咱是上帝选的。咱伫台湾2360万吼，这百姓中间，咱是受上帝拣选，今仔坐伫遮的啊，无简单的代志哈。咱爱珍惜，咱是上帝选的哦。咱是上帝选的，毋是咱做偌好，毋是咱特别生了古水、烟头、美丽，无，咱毋是安尼，嘛毋是咱的身份、咱的地位，拢毋是这个原因，是咱受到上帝拣选，咱愿意来啥？信耶稣基督，成做你的救主啦。咱是安尼受上帝拣选的，所以今仔日咱伫教会内底，咱做伙成做兄弟姊妹。所以咱看即个团体啥是合一的。咱看耶稣经12门徒，这12门徒个性无共款，职业无共款，背景无共款。咱看见呐，后尾奋锐党的吼，奋锐党是啥你知无？革命分子。后尾做啥？后尾做抽象的。咱看伊拄好共款的职业，甚至有一个坏蛋伫内底。咱看见呐，今仔日耶稣将遮个人来捡做伙，大家背景无共款，后掠去较济人吼。所以你看去，大家背景无共款，有诶较高阶层诶，有诶较有读册，有诶掠去诶尔。啊，要来叫做伙，敢是因为有共同点吗？啥物款诶职业诶共同无共款吗？或者是因背景共款吗？拢毋是呢，因为一个共同诶共款，就是啥？信耶稣做诶救主。这就是咱的共同共款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咱因为信耶稣成做咱的救主，所以咱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合一的团契。所以今仔日咱是安尼呐，受拣选的族类，是因为安尼咱成做一家人。第二，咱成做有君王这个尊贵的祭司。咱看去旧约吼，祭司是爱啥？爱看你血统。你是阿伦的后裔，才有机会做祭司。你若毋是，甚至摩西后裔，才有做祭司，无啦。阿伦的后裔才有做祭司，爱看你的血统证明书啦吼。血统的证明书摕户口名簿出来看，你这摩西你无，你袂使做祭司。你这阿伦的你会使做祭司。爱看户口名簿的啦。所以咱看见呐，当时是有即款的情形，总是伫新约的时代。即个咱讲君王尊贵的祭司是啥？指团体，毋是个人，嘛毋是家族，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当做祭司。所以咱看19世纪到16世纪宗教改革有3个主要主张内底一个真要紧，着每一个人拢当啥？人该祭司。伫新约时代，每一个人拢当成做祭司。彼得甲咱讲的啥？即群的祭司是啥？会当享受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即款的关系是咱会当家到上帝面头前领受恩典。而且我靠讲，祭司是人甲上帝啥桥梁。所以今日万民该祭司，还是人拢当做祭司，你会当为国家社会祈祷的，可以吗？可以，对对。你嘛当为起来心内丧向的人。身躯白疼的人祈祷，因为你就是祭司，你就是祭司。祭司原底就是安尼啊，献祭然后向上帝啦，咱讲直接面对上帝啦。今仔日咱着直接面对上帝，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愿意为着阮的家庭祈祷，
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台湾社会来祈祷，为着国家来祈祷，也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我就是祭司，你就是祭司。所以今日咱拢会当成做祭司，咱有君王尊贵即款的形象的祭司啊，形象的祭司。第三，咱要讲的是啥？咱是圣洁的国度。伫遮都讲到啥？咱是圣洁的国度。一定要强调啥？咱爱诚做圣洁的人，你知吼？所以你看，伊伫旧约到新约一直强调的，就是啥？圣洁、圣洁、圣洁、圣洁。所以咱看伫这圣洁国家有讲，祭司先家己圣洁了，然后带领以色列人献祭、赎罪祭，因全以色列人拢爱圣洁。原底是用伫以色列人，但是今仔日要用伫你我的身躯顶。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躯顶。所以无论你是啥物款的背景，伫咱桃园，我过去捌伫八德教会、八德教会吼，那在地人讲八德，毋是在地讲八德，共款所在。我原底捌伫八德教会，伫遐我迄阵，因为咱知影桃园市是一个足特别的城市，咱有四面八方的人来到伫遮成家立业。咱有即个荷兰人、有客人、有原住民、有即个外省人，嘛即马都有一个啥新住民。咱有足侪人来到遮成家立业，建立家己的所在，建立家己的家业。总是安那，无管你是啥物人，在主内都是一家人。伫厝内底，伫即个大家庭内底，咱拢是一家人。因为即个所在叫做圣洁的国度啦。即个所在，所以即个所在是上帝国度。咱诚做一个上帝百姓，上帝百姓。所以今仔日咱就是即个国度内底有两项代志，第一项你是啥？上帝百姓啊啦，你爱顺服上帝。这既然是上帝国度，咱就爱顺服上帝。第二项就是啥？咱今仔日，咱既然若伫遮，咱诚做伊百姓，咱就爱侍奉上帝。咱就爱侍奉上帝。所以今仔日咱诚做祭司，咱就爱侍奉上帝。总是今仔日咱要讲啥？爱有圣洁的本身，才有得侍奉上帝。最后咱讲啥？你爱诚做上帝百姓。咱是上帝百姓，因为咱是耶稣基督宝血甲咱赎回来。咱是伫上帝眼中是宝贵，是伊看顾，是特别的做百姓。所以今日咱有即款的积分，咱较有讲的这四项对不对？这四项重点是要创啥？不管你是啥。不管你是咱讲的受竞选的族类有尊贵，咱讲的即个君王尊贵即般的祭司，也是即个圣洁国度，或者是上帝百姓，重点是啥？重点是最后一句，要叫你宣扬，迄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是啥？你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今仔做祭司的角度就是啥？重点，你就是要传福音啦。带人来到上帝面头前，就是要将耶稣基督介绍伊讲，信耶稣，信耶稣真正好，信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信耶稣真正好。这就是咱你诚做祭司的要紧的事。亲爱兄弟姊妹，希伯来书第4章15节，甲咱提这项代志。对，我要诚做祭司，我要诚信，但是有讲，咱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毋是毋知影体会咱的软弱，伊嘛捌凡事受着试探，亲像咱一样，总是伊无犯罪。伫遮咱讲这代志，是我想要诚祭司，但是我嘛会跋倒，你知无？我嘛会软弱呢。总是耶稣讲，我知影，因为我捌甲恁做伙过，我捌甲到地面上。我捌看到恁的软弱，咱看去耶稣带这门徒中间三番两次咱看这门徒，拢安那，拢犯规啦，拢记过。但是安那，耶稣一项一项甲教导，但因讲啥物代志安那做。耶稣知影咱的软弱，耶稣知影咱的软弱，伊甲咱讲。你只有坦然无惊来到伊的施恩的保证，因为安那要得到人民受着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伫遮咱讲，你今要诚做祭司的角色，我嘛爱，你嘛爱。总是咱知影咱无够野，
咱也知影咱做袂到。你讲要叫我做圣洁的人，我若法度，我无亲像旧约时代常常咧献祭，做毋着代志就献祭，规趟天我看规个种迄个规样条油我拢献祭了嘛，烧袂了吼，因为赎罪就说做袂了安尼。哇，要哪办？今仔日咱会当是啥？上帝耶稣基督正做大祭司，也正做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物。因为伊替咱做永远的献祭啊！你毋免得像旧约时代共款，一直献祭，一直献祭，一直献祭，赎罪祭献袂了。耶稣一摆献祭，永远的献祭。所以今日咱已经耶稣基督互咱做赎罪祭，所以今日咱若会当做这样代志啥？今日我若犯罪，我若做毋对代志，我愿意伫耶稣基督面头前讲：主啊，我错了。主啊，我做毋对啊！你愿意做这认罪悔改？你愿意甲讲哇，这某每人我得罪伊，某每人我讲毋对代志，某每人我做这代志，互伊真艰苦心，互伊安尼主啊主，我真正做毋甘，我真正是安那有意也是无意中间来得罪对方。你愿意做认罪悔改吗？耶稣基督知影咱的软弱，耶稣基督知影咱做袂到。总是今仔日，咱愿意伫耶稣基督认罪做悔改。所以今仔日，伊理解咱，伊捌压落来用人的角度、人的观度来安那来了解咱每一个人。所以今仔日，咱爱学习这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精神。伊讲啥？伊无犯罪。咱爱学习耶稣基督，学像基督，慢慢修正咱家己，慢慢改变咱家己。互咱会当愈来愈像耶稣基督。今日你我，咱要正做祭司，人人拢要正做祭司。你伫教会中间，你也要正做祭司。你有即款的把握无？你要正做祭司无？我无人敢讲，有无？你拢要正做祭司，咱也拢要正做祭司。总是今仔日你我拢要正做祭司之前，你愿意先清起咱家己。互耶稣，互咱将即个垃圾衫搭单掉，穿义的衫穿伫咱的身躯顶，重新正做义人，互咱互上帝、互耶稣基督来使用，互咱正做一个上帝的祭司，来荣耀伊的名，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美好的信息。阿门吗？咱三个来祈祷。听我伫上帝，阮感谢你。主啊，阮正做正实的祭司。虽然阮是软弱的人，虽然阮是一个重罪的人，亲像保罗家己讲的，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歹人中的大歹人。主啊主啊，阮代志做袂到，总是阮讲，阮是基督徒来见笑你的名。主啊，恳求你的圣心帮助阮，互阮知影常常来到你面头前，你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正做助你同样的工人，正做你的祭司，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正做你的囝儿。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唱回应的诗，正诗537首，迷路的人就行倒转，请起立，吟全首。
求主加持，主必成就在咱左右，将光明的保全，虽然见怪我心里，也不曾多分别。阿主我老弟兄马赛，天国可属那年，日落的人就行道灯，问我心里的味。主老我为的咱休息，我了也忘我意，我应今生我心里加满意，主想留俺天天，我爱主管理。遐济，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他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我的心呀，愿托你，随你好言告知心，心给美愿托主，归言更你把你路。请起立。天父阿爸，白上帝，感谢你，因为当阮若愿你亲近你的时阵，你就要来亲近阮。详细求主你来帮助阮，通过在早旧约你也有记载，你互爬远的地，互以色列迄个所在，会当百倍来修成。详细也伫失落的时代，你也会当互听福音的人会当得到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的结实。阮伫这个所在会当见证着，详细也反映着阮现今的社会状况，然后咱互阮这个社会会当通过着阮，成做福音的出口，通要互更较侪人来成做着上帝你的世上的国民，详细也互阮伫主祷文所记载的早日会当互伫地就是天年的上帝国，也会当早日来实现。这是阮将阮的奉献，求主来感纳。献上感谢，用上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来求，阿门。
请坐。是请邱牧师来报告。各位大仙要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景清良兄弟来伫咱景清良兄弟来伫后壁咱家欢迎过去伫咱嘉南啦千岁即马佫回家其他佫有无？无咱来看咱消息的报告，这监听可以大声一点吗？监听。咱今仔日是为着台湾圣人医的奉献主日咱感谢中正教会新的中正教会周克修牧师前来讲道啦请安报告请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咱佫一边拍鼓来欢迎邱牧师。咱教会伫2021年的教会周报的方面因为新的主题在家有爱，爱你幸福伫家南，也是讲伫咱的家庭要安怎充满上帝疼互咱会通得到幸福若有遮个温数的，你会通伫遮来设计伫11月29日截止才会过行交互咱的坑门结场了。咱伫11月14到15咱有伫即个拜六到礼拜有即个核心同工的退休会所以伫遮请咱以上的遮个同工佫受邀请的遮个少年家长以上。咱做伙伫主堂伫遮有即参加核心同工的退休会。咱基后真理已经对今仔日开始伫遮来上课伫每一主日的早起10:45到11:45伫8楼的会议室来上课请咱对基后真理未上过，也是讲对基后真理要进一步伫遮了解，咱会当报名伫遮来参加。咱伫即个拜六咱配合咱55周年的周年庆，咱有举办培灵会是伫拜六暗时的5:45到8点即个中间请屏东和平教会的做牧师葛兆新牧师来甲咱分享请咱会通做伙伫遮来参加这是开放互所有全教会毋是干那拜六的参加礼拜定咱11月7、8到15，就今仔日到伫后礼拜，咱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志工队有成果展伫咱的1楼遐咱来参观伫遐也会通报名来参加即个志工的行列。咱伫11月2811月28咱也有伫举行即个完美就是讲拄你也看咱手机免用翕相会翕到搁较水有一天可能变网红网红会当趁钱，恁知无毋通干那讲手机伫遐叮咚叮咚牧师咧讲道搁伫遐叮咚叮咚安尼知影讲啥物时阵会通甲禁起来我拄仔讲第一场的一个可能一个姊妹敲3遍莫搁敲啦。你若知影免怎甲关静音，免安怎你就免伫遐喊甲气神落命安尼所以咱有好的即个科技所以咱知影安怎甲用所以未来咱有要开一寡即个课程，上年大学嘛有开即个手机的课程所以咱会通好好伫遮来运用咱的科技万民都在手机里，万民拢伫手机内咱透过安尼会当传福音，会当甲人祝福制造迄个紧张好来，咱来有即个第2期咱2020年第2期的生日助学金啦你嘛会通为着即个来奉献一岁是偌济20箍你看你几岁伫遮100岁就献偌济
2000若定安尼吼，你会当伫遮哎，你感恩奉献，总是会当诚做遮个细囝吼，因若参与聚会，阁有超过咱这即个成绩吼，咱都有定一寡遮个规则吼，有超过遮个成绩，咱会当伫遮吼，甲因祝福，互因会当课业愈来愈好，有智慧吼，咱伫遮来办法。来一位代表来。你们来台湾去。高中哈，高中代表，不要。这是静文。来，做伙走来，口罩先拿起。来笑一下哦，拿红包要，拿奖金要高兴的。好，咱拍拍来祝福。好，请。咱鼓励咱的子弟啦吼，咱的细囝吼，因若来参加遮个聚会，有几遍的以上吼，咱有遮个规定，搁伫学校的成绩嘛有符合这个规定，就会通领这个生日助学金。咱来读金句读两遍，做伙来。因为咱所画这石头，毋是画画体贴，咱拢总会软弱，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若是无做，伊必来输4章15节，搁一遍。因为咱所画这石头，毋是画画体贴，咱拢总会软弱，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若是无做。希伯来书4章15节。倒来吟祝福诗，圣诗179首，荣光归于圣父上帝。请去吟诗煞，请就去由牧师来为咱祝祷，请起立。Yeah.
受上帝祝福。等你大家通平安出入进入这个世界。我哋救主耶稣基督福音加伫咱每一人的信心，我伊扶持的圣神的感动加伫咱对内的愿望，万法本愿上帝恩典加伫咱的听谈，对担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面倒。咱个礼拜到遮完上帝说，咱一礼拜拢充满上帝恩典，咱会通彼此伫遮来祝福。